来关心咱台湾的社会案件 ，IMB 诈骗案继续呢去收探，这检调呢，伫25日昨呢展开这个兵分24路第3波的行动，这摆约谈差不多15个被告甲一个证人，其中有一个姓潘的原始借款人，伊甲你讲，伊干那买一个借款尔，就互人移送，安尼100万欠袂出来，交保金欠袂出来，要安怎？被这个限制住所，啊，这个 IMB 的负责管辖这个女协理，以60万块交保，其他行政人员嘛纷纷交保候团，都干那 IMB 这个新竹营运处这个处长陈进忠，和检察官认为讲，伊去犯着刑法加重诈欺罪，以及违反着银行法，准咧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头日无要讲半句话，半暝啊，互带入去地检署，伊是 IMB 新竹营运的处长，检调伫咧25号，针对诈骗案发动第3波大规模的搜索。这回15个被告，也有一个证人洪玉谈。检察官认为处长陈进忠涉嫌违反着刑法加重诈欺罪，也有违反着银行法，向法院声押禁见。双手甲面查条条，3步做2步来离开。涉案的协理疑似就是 IMB 母公司金融科技的小房，负责着公司的金流涉嫌重大，最后是60万交保。伫无爱查甫人嘴哪念，敢若是有话想要讲。原来伊是其中一个原始的借款人，其他3个人拢是100万到200万交保。敢若伊讲家己明明嘛是受害者，只是被借券来投资，所幸怀疑涉案，总卖出100万的交保金。检方等4点钟了后，该将伊限制住所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女业务共款交出100万块，以及8服务人员、行政人员拢交保候团。这笔钱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被害人发现哄骗去，造成一个自救会，其中主嫌张国伟也有生场的女朋友等等4个人，伫咧5月初就互羁押禁见。张国伟到案了后，承认讲 IMB 95派借款拢是假，实际上借款人根本无存在。投资人汇款到原始借款人的口座了后，前金保后金就安尼共骗25亿，有超过5000人受害。是恶意脱产吗？50岁张国伟是四海帮的成员，将合法的公司转做非法来赚钱。警方到伊住的所在搜索的时阵，敲出着真济高级的精品。如今大规模的搜查是一波接一波，也有偌济人来涉案，佫爱等警方继续来调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